娘娘。小平啊，昨天受了伤的那位兄弟现在怎么样了？他……咦，这丫头怎么这么眼生啊？你是说我吗？我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人啊。啊？什么？你是谁啊？转了这么半天，你头不晕啊？给我跪下！给你跪下？为什么？哦，你们听听，他问我为什么？哼，这是在燕王府，就算王爷怎么宠着你，可你还是个奴才呀，那就得给主子跪下。我是奴才？我怎么会是奴才呢？哼！再说了，我丈夫宠不宠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丈夫？哎呦！娘，柳妃娘娘，怎么了？淑妃娘娘是我们的主子，柳妃娘娘应该给她下跪请安的。为什么？难道她比王爷的官还大吗？哎呀，好一个恃宠欺主的贱人！来人呐！淑妃娘娘，柳妃娘娘刚来，她不懂得府里的规矩啊。走开！就算是王爷在这儿，也容不得你这个奴才如此放肆！跪下！小平，你不要怕他。要跪你跪。什么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小膝盖是不是铁打的！还不快上！哎呦！娘，奴才该死！真是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抓不住！柳妃娘娘，救命啊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霸道？快救命啊！恶奴才欺负主子了！柳妃娘娘，快松手，快松手啊！除非他以后再也不来这捣乱。反了！这是他自找的。柳妃娘娘，淑妃娘娘是王爷的淑妃呀。真的吗？是啊。娘！你们不要拦着我，我跟他拼了！走，等着瞧吧你们！还不快走！走，娘，快走！那几本书已经放回箱子里了，这画像也还给朱允文了。我要是回不去，这也只不过是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，一钱不值。哎呦，哼！我头发乱七八糟的，也没人帮我收拾。这时候我算知道小泉子的好处了。哎，你就别抱怨了，说不定我帮你比不帮还乱呢。幽梦仙枕，幽梦仙枕，这到底是谁拿走了幽梦仙枕呢？要让朱允文去查，那我得先告诉他那玉枕不见了才行啊。可是我怎么就会知道玉枕不见了呢？干嘛？你猜我刚才感应到什么了？感应到什么？哎呀，你父亲啊，躺在这床上的时候啊，一定一直用着一个非常特别的枕头。只是一个玉枕，没什么好特别的。哎呀，不对，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玉枕。依照我的感应啊，这玉枕通灵。这回你可没猜对，我看啊，你还是赶紧帮我把头发梳好吧。一会儿皇亲家进来看我这个样子，一定会觉得你什么都不会做，一定会另外派人来。到时候我们两个的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了。长孙殿下，说来就来了，快！谁呀？是子成。啊，子成，
你干什么？你脸色这么好，他肯定知道你偷吃那个豆包了。啊？长孙殿下，子承能进来吗？进来。长孙殿下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奴才在。让开！长孙殿下，你就是这么伺候长孙殿下的吗？你过来看看。皇大人，你可别冤枉了奴才啊！是长孙殿下他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。他说啊，只有弄成这个样子，才能表达他对太子爷的哀悼之情。不错不错，长孙殿下果然智孝。明日太子爷出殡，长孙殿下这副打扮，倒也符合身份。小丸子，替长孙殿下把头发梳起来。不用他。今天丧服就是我自己穿的，头发我也自己梳吧。这哪里是殿下该做的事情？小丸子，在。皇大人，不是奴才偷懒，而是奴才觉得长孙殿下的头发根本就不用梳。以前我在家乡的时候啊，有个人啊，整天披头散发，弄得脏兮兮的，弄得3分像人，7分像鬼。结果啊，你猜有人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说他很孝顺。那个人是替父亲守丧吗？哎呀，说是守丧，其实啊，是因为他爹死了，没人照管他，才变成那个样子的。哦，好了。你这奴才话虽然说不清楚，但心里还清楚。所谓“充充如有穷，曲曲如有求而福德，惶惶如有望而福至”。看来又给我混过去了。哎，皇大人，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个嘛，这个你自然不懂了。我说的这些话的意思是说，刚刚失去亲人的人，悲痛的近乎绝望，眼神不定，好像在寻找什么而又找不着，惶惶不安，好像在盼望什么而又没有得到一样，明白了吗？皇大人，您说的不就是长孙殿下这个样子吗？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所谓相从心生，长孙殿下真是孝心所致啊！哼，想不到我随口胡诌的话，居然被他理解出这么一番大道理。皇上陛下驾到！皇上陛下驾到！陛下，您走好。微臣恭迎圣驾，起来吧。哎呦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啊，皇爷爷，我回禀陛下，自太子殿下驾崩之后，长孙殿下日夜守灵，晨昏嚎哭，不思饮食，以致居丧回己。你们难道就不知道劝慰吗？没用的东西！哦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你父亲弃朕而去，你如果再有个3长2短，你让朕。陛下，从前，你爷爷我
从不流泪。可是从你父亲去世以后，爷爷的眼泪便一流再流。爷爷今天看到你这个样子，王爷爷，王爷爷别哭了。这些天，朕一直想过来看你，却又怕一进了太子宫，便会想起你的父亲。怪不得人说虎毒不食子，这朱元璋也有人情味十足的时候啊！王爷爷别哭了。爷爷也是从小失去了双亲，爷爷知道伤心是个什么滋味儿。不过，你比爷爷的命好。爷爷当年举目无亲，可是你还有个爷爷。黄子成，微臣在。太子病重的时候，就把长孙殿下托付于你了。朕今天也托付于你。长孙殿下毕竟是长孙殿下，不是没人要的孤儿。如果今后看到长孙殿下如此凄惨的样子，朕一定会让你更凄惨。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去把福玉找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所有的家人一律不准走出燕王府。其实那画影图形也不是很像。这件事情说小也小，说大也大，还是小心为妙的好。是。爷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柳妃娘娘把淑妃娘娘打伤了。我是朱棣的妻子，朱棣是纪淑妃的丈夫，纪淑妃又是我的主子。为什么？其实小嫔觉得这件事情也不全怪柳妃娘娘。现在要紧的不是怪谁不怪谁，而是纪淑妃这么一闹，满府上下已经都知道有柳妃这样一个人，不仅来历不明，而且身手不凡。小嫔也没有想到，柳妃娘娘的武功居然这么高，不过实在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的功夫。那就把她武林高手的身份坐实。爷，柳妃娘娘在那儿。本王先去看看纪淑妃，待会儿再来找她。她一直都在问小嫔，王爷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可小嫔不敢说。本王回头会跟她说的。朱棣，朱棣，娘娘，你干嘛拦我？娘娘，你不可以这样直呼王爷的名讳的。那我应该叫他什么？当然叫王爷了。我才不叫他什么王爷呢！娘娘，王爷说他先去见纪淑妃，马上就回来。什么？娘娘，爷，柳妃娘娘追上来了。朱棣，娘娘，朱棣，娘娘，朱棣。你要去哪儿？柳妃娘娘，爷。本王告诉过你，不许直呼本王的名讳。我，好吧，王爷。小嫔在。带柳妃先回侧院，本王要先去看纪淑妃。是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你和我一起去？是啊，你可以欠我一个解释，但我却不能食言，
食言？是啊，我说过一生一世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你不知道那个什么飞得很厉害，你打不过他的。本王根本不用打他。那谁知道，就算你不惹他，他会惹你的。他手下有很多人呢。你放心，只要他见了本王，只怕他连笑都来不及呢。因为她是你的女人。对呀。她是你的女人，那我呢？我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本王的淑妃，你是本王的侍妾。侍妾？你说我是你的侍妾？所以你是不能和她动手的。要不是念在你的脑子出过毛病，本王一定会重重惩罚你的。脑子出了毛病的不是我，是你。除了我之外，你怎么还能娶别的女人呢？柳妃娘娘，爷，看来所有的女人都会为王爷吃醋。哎，快点！哎，娘娘，奴才再给你腿上缠上几道吧。腿上？哎，那个妖女强迫娘娘下跪的时候摔伤的。缠上，缠上，缠上。娘娘，哎呦，娘娘，王爷来了。哎，走开！快呀！娘娘！哎呀，你们别拦着我呀！王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娘娘，哎呀，快点！娘娘，你们别拦着我呀！千万别想开，王爷会替你做主的。王爷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不要啊！千万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呀！从来都没有一个下人这样欺负过我，我还有什么脸活呀？都给我住口！王爷，你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去把福玉叫来，带上药箱。是。哎呀，小丸子真是命苦啊！找不到幽梦仙枕，也回不去，还得在这里哄皇长孙。这哄也是白哄，又拿不到薪水。哎，小丸子，哎，干嘛呀？你猜猜我手里拿的什么？哎呦，拜托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累死了！哎呀，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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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你看。啊，幽梦仙枕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小丸子，你能说出这是什么吗？快松手！哎，现在还不能走。哎，小丸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他怎么没被幽梦仙枕带走？难道不是那个仙枕？你快把它放到地上，让我仔细看看啊！没错，就是那只幽梦仙枕啊！哦，明白了，一定是我跟那个阿瑟夺这个玉枕的时候，碰巧说的某一句话，就是这个枕头的咒语。啊，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来着？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不乱来，我自然就不会乱来了。把东西放下，除非你先放我走。求求你了，阿瑟、阿姐、阿姨。小丸子，你认识这个东西啊？当然认识了，这就是我说过的太子爷用过的那个枕头。啊？你真的感应到了？那当然了。不过，依照
照我的感应，这个枕头应该是给太子爷陪葬的。你又说对了。哎呦，我今天是真的有点太累了，再说下去的话，不知道准不准啊？你说。这枕头嘛，毕竟跟太子爷几十年了，所以说呢，看到了这个枕头，就好像看到了太子爷一样。所以你呀，就悄悄地把这个枕头留下来，做个纪念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全说对了，我真的是服你了。好说好说。小丸子，你在唱什么？欢乐颂啊！欢乐颂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这个曲子？挺好听的。哎呀，你没听说过东西可多了。来，打开。小丸子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谁像你这么快乐过。你为什么总能这么快乐呀？我啊，因为啊，我又看到了希望啊，又有了生活的目标。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真这么想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。对你？对呀，对你有信心啊，对你有信心。哼，我是对游梦仙人有信心，傻瓜。哎，这些衣服好漂亮啊！可惜你不是男的，你要是男的，我都可以送给你好多件呢。谁说男的才可以穿啊？怎么样？好看。嘿嘿。可是你为什么要那样走路啊？因为啊，我们那儿有人就是这样走路的，尤其是啊，穿上这种漂亮的衣服，就是这样走的。真的？我干嘛要骗你啊？哼，可惜啊，你没见过时装模特，见了包你流口水。这件衣服就送给你了。以后万一你有机会出宫的话，穿这个总比穿太监服好，而且比穿女人衣服更方便。真的，谢谢你啊。本王之所以要收那个女子做侍妾，就是看上了她武功高强，可以贴身保护。唉，只是她身世很特别，一点也不懂王府里的规矩。本王本想找人慢慢调教她，教会了再与府里上下人见面，谁知道你就冒冒失失闹上门，哼，弄得沸沸扬扬，尽人皆知。王爷妾身知错了。傅岳，奴才在。这件事情，如果只有府里人知道，问题倒还不大，最怕的是从家人嘴里传出去。如今正是太子爷的丧期，如果这事儿传到皇上耳朵里，那本王可就不好交代了。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传下话去，谁要敢提那位柳妃的事，奴才一定以家法处置。此事不可有半点疏漏。是。大管家，王爷，福玉告退了。那个柳妃娘娘要出府，被小奴们拦在门口了。啊！把她给我抓起来，关到菜饵厢房。爷，还不快去！是。走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。真的？谢谢你啊。小丸子，我真是羡慕你啊！随便给你一样小东西，
就能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。你说我贪财吧？不过你贪财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。我在想，也许贪财的人真的比不贪财的人要多很多快乐。那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，我贪财所以我快乐，我贪财所以我快乐。这是哪儿的俗话呀？我们那儿的。香港吗？你们香港人挺怪的。那你们这的人就不贪财啊？那至少我们不会像你这么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呀。那你呢？你是真的不贪财呢，还是不敢承认呢？我呀，我不知道。也许是我见的东西太多了吧。反正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像你这么高兴的。依我看呐，还是你这个人有问题。换了是我，看的再多我也喜欢，永远贪财不厌倦。永远贪财不厌倦，这也是你们那儿的俗话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就算是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样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是上一次你给我画的画像啊。啊，那幅画呀？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喜欢就是好东西嘛。不行，那个是不能送人的，我随便画的。求求你嘛。不行的。求求你嘛。不算了。求求你嘛。我不能送人的。早知道那就不还给他了。你别不高兴了好吗？不过现在你最好把衣服脱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总不能让别人看见你穿着我的衣服吧？别人？哪有别人呢？这就只有我们2个人嘛。我马上就要叫人进来了。叫人进来干嘛啊？我叫他们帮我洗洗头。自从父亲过世以后，我一直没有好好的梳洗。哎呀，你真的要帮我洗头啊？那当然了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当然要表现一下了，要不然岂不是太没有良心了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可是你给我围这块布干什么呀？傻瓜，这样围着衣服才不会弄湿嘛。小丸子，为什么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啊？那当然啊，我是神仙。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真的以为你是神仙。那你现在就确定我不是神仙啦？我答应过你什么都不问，除非是你自己想告诉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问的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是神仙。你快活的时候真的像神仙。洗头。小北，我们回去吧。王爷，您今晚不在妾身处过夜吗？你刚受了伤，好好歇息吧。走。哼，八成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了。原来我只是他很多个女人中间的一个，而且是最卑微的侍妾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你是个坏人，超级坏，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，你样样俱全。我的过去
真的如此不堪吗？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不行，我得去找那个女人问个清楚。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爷，请用茶。这柳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小平觉得，柳妃不是一般家庭长大的。哦，你说她是千金小姐吧？她对下人一点主子的架子都没有，跟小平说话就像老朋友。你说她是小户人家的女孩，她对王爷一点敬畏之意都没有。那也许是斥着本王对她的宠爱吧。可她也不怕淑妃娘娘啊。小平觉得，她也许根本就没有地位尊卑的观念。没有地位尊卑的观念，武功又怪异超群。所以小平觉得，他也许是由遁世高人在一个远离尘世的某个地方养大的。小平说的有理。那他为什么要跑到太子宫去呢？那还不简单，他肯定是被人施了移魂摄魄的手法了。搞不好那位世外高人就是专门训练刺客杀手的。那天晚上，他派了一男一女2个刺客入宫，一个毒发身亡，一个失掉了记忆，就成了柳妃娘娘这个样子。爷，你还是去看看柳妃娘娘吧，我觉得她真的很伤心。其实，本王心里也有些怜惜她，只是不想一开始就把她惯坏了。女人，是不能惯的。幽梦仙枕在他的脑袋下面枕着，我想个什么办法弄到手呢？哎呀！哎，你睡不着啊？当然了，我一直都习惯一个人睡的嘛。现在屋里又突然多出一个人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这个屋里多出的人是你吧？又不是我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你老缠着我，我早就走了。叹什么气啊你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碰到你啊，我就成了天底下最没道理的人了。看来啊，还是要用老办法，等他睡着了以后，轻轻一喷，但愿他快点睡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！那天晚上的刺客没有得手，今天晚上，你们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一点儿。最好那个刺客能再来，只要咱们能抓住他，
那就万事大吉。否则的话，2天之后，咱们就都得给太子爷做侍卫了。2天？谁说的？皇上。万岁！记载诸位皇子皇孙生辰八字的金册金宝，都在这儿了。哼。陈公公，万岁爷，你说，朕的这一大堆儿孙里头，谁对朕最孝顺？这个，都孝顺，都孝顺呐。最孝顺的呢？最孝顺，当然是太子爷了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又让万岁想起伤心的事儿了。除了太子以外呢？这，一个比一个孝顺。你是越老越滑头了。奴才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哎，是。我朱元璋靠着赤手空拳打出了一个大明朝。可是我这些老祖宗没有一个够意思的，连个太子的命他们都保不住。老伙计，你说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老二是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老三就更不是个东西。老四要是早出生2年就好喽。唉。允文倒是个好孩子，可惜他现在还年幼，心肠又软。唉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总算睡着了。我也该睡了。小丸子，小丸子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起床啦！该起床啦！哇，我的文物！终于醒了。败家子，你为什么把我的文物给打碎呀？谁让你怎么叫都叫不醒呢？走吧，咱们去奉天殿觐见皇爷爷吧。你要去奉天殿？啊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快去换衣服，快！哼，我可算找到离开的机会了。大人，我们都守了1个晚上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办？接着出去搜。可我们都抓了200多人了，接着抓。记住，宁可错杀3000，也不能放过1个，不然
小心你我的脑袋。大人说的对，是。回来。大人，把2只老虎给我叫来。啊，是。原来你什么都会啊！哎，这有什么难呢？关键要看我想不想做。哎，等等。哎，有没有那个喷雾器呀？喷雾器？哎呀，不懂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肯定没有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呦，总得有点发型嘛。怎么样，可不可爱？哎，也就是你，要是换了别人，早就被我推出去斩首了。为什么？普天之下除了你以外，谁还敢在皇长孙的头上吐口水啊？普天之下除了你以外，我才懒得伺候呢。 2只老虎见过高大人。那天晚上的那个女刺客，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好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要你们2个人去办。起来。是。你真的不跟我去见黄爷爷呀？哎，你去见你的黄爷爷、黄叔，我去干什么呀？站在门外傻等啊，跟个傻瓜一样。我啊，我还不如待在家里呢。待在家里？对呀。那你就待在家里吧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嗯？你说什么？啊，这是我们那里的家乡话。我们一般啊，不说再见，就说拜拜。拜拜？还叔叔呢？拜拜叔叔跟再见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方言土语有什么好研究的？哎，快走快走！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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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回啊，咱们真的是要彻底的拜拜了。不过我会想念你的。